大家好，我係 Cherry 子慧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詩歌係誰是主角。約翰福音記載，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滅亡，反得永生。在這燈色璀璨都市中，耀眼燈釋放似千串夢，仍是每串夢裡的景緻，晚空裡飄送。誰是這節日裡的主角？你懂不懂？萬闕歌聲渲染都市中，沒有一首可以稱與頌，旋律布滿歡笑的音韻，晚空裡飄送。誰是這節日裡的主角？誰又會懂？他身穿紅衣，還是身穿粗衣麻布？他靜靜降生人世，還是以雪車到步？他輕聲流走，還是應許一生懷抱？他賜予百千萬億，還是賜予眾恩典到老？以賽亞書記載，因為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，有一子賜給我們，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。他名稱為奇妙、策士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萬闕歌聲渲染都市中，沒有一首可以稱與頌，旋律布滿歡笑的音韻，晚空裡飄送。誰是這節日裡的主角？誰又會懂？他身穿紅衣，還是身穿粗衣麻布？他靜靜降生人世，還是以雪車到步？他輕聲流走，還是應許一生懷抱？他賜予百千萬億，還是賜予眾恩典到老？他身穿紅衣，還是身穿粗衣麻布？他靜靜降生人世，還是以雪車到步？他輕聲流走，還是應許一生懷抱？他賜予百千萬億，還是賜予眾恩典到老？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呢首詩歌呢？每逢聖誕節，街上都會充滿濃厚嘅節日氣氛，大廈嘅牆上唔難睇到聖誕老人、聖誕樹同埋雪人等等嘅燈飾。呢首詩歌剛好就提醒咗我哋，聖誕節真正嘅主角並唔係我哋成日見到嘅虛構人物。因為聖誕節並唔係聖誕老人節，亦都唔係聖誕樹節，而係象徵神讓瑪利亞誕下，
佢所賜俾世人聖潔嘅獨生子耶穌。雅各書記載，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，都是從上頭來的，從眾光之父那裏降下來的，在他並沒有改變，也沒有轉動的影兒。申命記亦都記載，耶和華你神原是有憐憫的神，他總不撇下你，不滅絕你，也不忘記他起誓與你列祖所立的約。我哋嘅神並唔會喺節日派完禮物就靜靜流走，相反，佢每一日都喺度俾我哋禮物。呢份禮物就係佢嘅救恩、看顧同埋憐憫。希望大家從今以後可以謹記聖誕節真正嘅意義，最重要係明白邊個先至係呢個節日嘅主角。希望今次你可以透過詩歌同埋經文思考同埋了解更多。耶穌愛你。